提摩太後書第3章，你愛知在世界的末期會有種種的苦難，這時人會單槍顧自家，貪財、自誇、驕傲、誹謗、悖逆也愛，忘恩背義，無聖潔，無親情，唔恨饒人，好講謠言，野蠻、粗暴，怨恨良善，佢哋會悖逆主人，出賣朋友，隨意亂行，自高自大，親愛享樂，贏過敬愛上帝。佢哋有敬虔嘅外表，總係奇切真實嘅敬虔。這種人，你愛閃開。佢哋當中有啲人當會鑽入到別人屋下，去迷惑佢哋心智軟弱、笨脆壓制，本各種慾望牽動走嘅婦女。佢哋婦女雖然常常學習，總係一直無法度認識真理。就像古時代嘅亞尼、老楊布雷反對摩西一樣，這下這啲人也照樣反對真理。佢哋係心思敗壞嘅人，在信仰上佢唔黑，總係佢哋唔會有別嘅樸素咧，因為佢哋嘅骯髒會在眾人面前顯明出來，像亞尼老楊布雷一樣。論到你已經順從我嘅教訓，學我嘅做人，我嘅志向、信心、體諒、愛心、老忍耐，要分擔我所受嘅迫害、老苦難。在安提亞、以哥念、老路斯的兩條地方，我所讀到嘅、老所忍受嘅迫害，而全部地，總係主叫我脫離這一切。無唔錯，凡立志聽基督耶穌來過敬虔生活嘅人，攏總會讀到迫害。邪惡嘅人老幾條老誒，佢哋嘅情況也會一日比一日較壞。佢哋騙人，也本人騙。論到你愛堅持所學習到確信嘅真理，你的罵人係你嘅土石，你也記得你從細就明白聖經，就是能本你得到智慧，指示你通過信基督耶穌來得救嘅書。全本聖經係受上帝嘅靈感來寫嘅，對教導真理、指責錯誤、糾正過失、指示人生嘅正路，攏總有利益。愛本屬上帝嘅人得到充足嘅準備，能行各種嘅善事。